喺中環近金鐘嘅邊皮上面有一棟非常之矚目嘅建築物，佢係以全球最貴地皮嘅姿態落戶。曾經有人取笑佢好似波波子、1664，甚至乎係究竟佢有咩特別呢？以下落嚟，我哋會探索一下佢嘅誕生歷程、建築設計同埋佢嘅藝術底蘊，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最後啊！多謝大家收睇 GNG 香港日常呢一個頻道，我哋主要咧係對香港嘅建築同埋一啲文化活動作簡單嘅記錄，歡迎訂閱，留意我哋嘅新片啦。The Henderson 係位於中環美利道2號，前身呢係美利道多層停車場。2017年政府推出呢一幅地皮嘅時候呢，曾經引起過轟動。因為中環核心商業區呢已經有20年冇推出過公開招標嘅新商業用地啦，而呢一塊地皮有人形容係中環最後一塊拼圖，所以當呢一個地皮一推出呢，就立刻吸引咗中港9大財團嚟到激烈競爭。香港嘅代表呢有長實、新地、新世界、會德豐、華置、南豐，而中資嘅代表呢就有世茂、中漁置地等等。最後呢，恒基係以破紀錄嘅232.8億港元獨資奪得呢一個地皮。按最高可見樓面面積計算嘅話呢，尺價呢係高達5萬蚊港元噶。恒基呢可以話係不惜工本排除萬難，因為地皮招標嘅條款呢係頗為苛刻噶。第一呢，就係要重置停車場，必須要喺項目裏面呢自費興建一個包含咗至少102個私家車車位同埋69個電單車車位嘅公眾停車場。第二呢，就係不可拆售，發展商呢必須要全棟持有，唔可以將樓層分拆出售。基於呢一啲條款呢，呢一座新地標呢好自然就成為咗恒基嘅新總部，亦都可能呢係創辦人四叔李兆基臨終之前嘅遺願，象徵住交棒俾第2代嘅里程碑。我第一次入嚟呢一個大廈嘅內部呢，正正就係參觀李兆基紀念展，所以呢，當我研究呢一棟大廈嘅時候呢，罕有地呢係會感受到一啲李氏家族嘅情感，而並非呢單純係一項奢侈工程。2026年3月恒基50週年嘅時候呢，就正式更新咗 logo。我個人呢就覺得佢哋嘅新 logo 都改得幾好喎。大樓呢係喺2019年動工，2023年落成，2024年入伙。成個過程呢基本上係橫跨咗香港嘅 Covid 疫情時期。我係見證住佢從冇到有。當時呢隔一段時間呢就會影一張相嚟到做記錄，最後呢就製成咗2段 shots。大樓嘅工程呢難度係極高嘅。因為大樓嘅地基周圍呢係圍繞住6條地鐵隧道，最近嘅一條呢距離地庫呢只係3.3米啫，比一架房車呢仲要短。為咗確保地鐵運作不受影響呢，施工期間呢，佢哋係安裝咗超過500個高精密度嘅感應器嚟到進行實時監控。The Henderson 樓高190米，總共有36層。22樓呢就係佢哋嘅空中花園，由曲線女王薩哈哈迪建築師樓設計。建築嘅主體呢係模仿洋紫荊含苞待放嘅形態，靈感呢係嚟自建築物身處嘅位置，因為佢嘅東邊呢就係遮打花園，南邊呢就係香港公園，北面呢就係林寶徑休憩公園，就好似喺中環嘅邊皮上面有一座巨型嘅藝術品。佢嘅外牆呢係由4000幾塊玻璃面板組成，其中有1000幾塊呢係雙曲面嘅層壓玻璃，最大嘅偏位呢達到50 cm， 而且呢每一層嘅曲面呢都有細微嘅差異，導致到外牆嘅鋼結構同埋幕牆呢涉及到過千種嘅弧度，必須呢係配以極高精準度嘅對接。10幾年前呢應該就係冇咁嘅設備同埋技術去起啦。哇！你睇下原本嘅設計圖幾大分別。由於2018年香港曾經經歷過超強颱風山竹，
無數嘅商廈幕牆呢都試過爆玻璃，所以恒基呢都好小心選擇材料，由曾經操刀多間 Apple Store 嘅德國品牌 Sealy 負責。每一塊幕牆呢係由4層鋼化玻璃組成，表面呢係鍍咗低輻射嘅塗層。相比起用單片嘅厚玻璃呢，4層合併呢係為咗喺結構上面提升韌性同埋隔熱嘅功能。所以如果細心睇嘅話呢，De Henderson 嘅玻璃呢睇起上嚟呢並唔係好通透嘅啫。要求高嘅人呢可能會覺得好似有一層薄霧咁樣。呢一啲呢都係環保同埋美嘅權衡取捨。但係咧，其實眼見玻璃嘅厚度咧，大概都有5-6 cm 啊，有部分嘅位置咧，更加係加厚到5層或者以上。如果要用普通玻璃做到呢一種厚度嘅話咧，反而咧會因為玻璃嘅微量鐵元素咧，導致玻璃係呈深綠色，就好似成哥嗰啲樓咁樣啦，都唔係太好睇啊。而恒基咧，其實佢哋已經用咗低鐵超白嘅強化玻璃。所以咧，已經盡咗一切努力咧，去提升佢嘅通透度啦。傳統嘅摩天大廈咧，通常會採用一個中央核心嘅設計，即係將電梯井、樓梯同埋機房咧，係放喺大樓嘅正中央，就好似脊椎咁樣撐起成棟大廈。但係 De Henderson 呢，就係採用咗一個側向核心嘅做法，核心咧係位於建築嘅側面。就係靠近金鐘嗰邊嘅位置。如果由呢一邊望過去呢，佢係完全直不甩嘅，由高強度嘅鋼材同埋混凝土組成一個堅固嘅核心，其餘嘅部分呢，就用6條巨型嘅鋼柱去支撐。咁樣做嘅好處呢，就係可以實現內部辦公空間呢係完全冇柱，最闊嘅無柱樓面呢達到26米乘46米。而嗰6條嘅支柱咧都唔簡單，佢哋咧並非係垂直向上嘅，因為薩哈哈迪嘅設計咧係一種有機嘅形態，建築嘅底部咧係有收窄嘅，而中段咧就係向外擴展，所以工程師奧亞納咧就需要用傾斜同埋變角度嘅支柱咧，先至能夠精確平衡大樓唔同位置嘅重量同埋重心。De Henderson 最令人着迷嘅設施呢，就一定係全港最高嘅全玻璃天幕宴會廳 Cloud 39。有幸呢，喺2025年嘅5月呢，參觀咗喺呢一度開放予公眾嘅4叔紀念展，亦都拍咗一條影片去留念。嗰度樓高8米，冇梁柱，仲有一個露天嘅露台。佢係利用大跨度嘅鋼架去支撐玻璃天頂。有別於呢一個大樓，其他幕牆呢係用4層玻璃呢，呢一度嘅天幕呢係由6至7層嘅玻璃去組成，因為呢要加強抵禦香港超強颱風嘅威力。而宴會廳必須有嘅燈光啦、音響啦同埋消防設備等等呢，就因為冇實牆天花嘅緣故呢，所以呢佢哋係收喺鋼架嘅橫梁上面㗎。似乎呢 De Henderson 對全玻璃幕牆而有機會產生嘅溫室效應呢好在意，所以佢做咗一個專利嘅裝置，就係每一層嘅幕牆底部呢就加設咗一個低頻嘅風扇，輸出冷氣呢去到降溫。而且呢，有別於一般商廈呢，如果租戶想開窗嘅話呢，通常呢都要管理處去揾工程人員去開，仲要呢係限時限刻同埋要俾錢嘅。但係呢度嘅租戶呢，就可以用 app 隨時去開窗，真係爽皮啊！De Henderson 地下大堂外面呢，有一個水旋渦嘅藝術裝置，喺圓柱形透明容器嘅底部呢，設有一個高功率嘅水泵，利用離心力同埋重力呢，去製造出一個穩定嘅自由渦流。聽講呢個裝置嘅周邊呢，係裝咗好多隱蔽 sensor 嘅。當行人經過或者靠近嘅時候呢，系統呢就會即時調整呢個水泵嘅轉速同埋流量，從而呢去改變水旋渦嘅高度啊、形態等等。但係呢，我就冇察覺到有變化啦，可能呢靠得唔夠近啦。大堂嘅金色牆身呢係洋紫荊花萼嘅造型，
因為咧電鍍技術咧係好難做到色澤均勻嘅，所以咧建築師聰明地咧用2萬幾塊嘅菱形鋁片咧去到拼砌成嘅飾面，淡化電鍍色澤不均嘅影響。國際頂尖嘅拍賣行佳士得咧喺2021年，即係大廈落成之前嘅2年呢，就已經簽咗10年嘅長約啦，將佢嘅亞太區總部遷入，一口氣咧租咗4層嘅樓面作為常設嘅拍賣廳同埋 gallery。而恒基咧亦都喺結構設計上咧配合佳士得嘅要求，建設咗28,000平方尺嘅母處展覽廳，並且有專屬嘅訪客入口，仲有保安系統啦、貨運嘅路徑啦，同埋強化承重嘅地板呢，去配合高價藝術品嘅進出同埋搬運嘅。呢一度呢，本來係一個好普通嘅康文署休憩公園。喺 The Henderson 仍然建造期間呢，睇見本來嘅樹木呢被斬去，我仲以為係成哥嘅所為，原來呢係恒基向政府提出公私營合作，承包咗呢一個公園嘅設計、建造同埋管理，變成咗 The Henderson 嘅一部分。呢一度最矚目嘅裝置呢，就係呢一個 Breathing Tree， 高7米，由不鏽鋼建造。上面嘅樹枝呢，最初呢，我以為係根據程式呢去機械擺動嘅，但係原來呢，佢嘅動力呢係自然風喎。真正被程式化嘅呢，就係定時噴出水霧呢一個功能啦。呢個呢係由太陽能驅動嘅。而呢一個公園呢，亦都承接咗薩哈哈迪嘅曲線，花圃呢係冇圍欄嘅。取而代之呢，就係用流線型嘅石椅去包圍。呢一度呢，原本係有幾支藝術樹嘅，但係後嚟呢，因為要起呢個接駁天橋嘅曲線樓梯呢，所以藝術樹呢又被移走咗啦。呢一度呢，種植咗2棵200年嘅南非佛土樹，夜晚呢係會有燈光投影喺樹上面㗎。大家如果想參觀嘅話呢，可以搭地鐵去到中環站嘅遮打花園出口，或者係金鐘站嘅金鐘廊出口行過去，亦都可以留意佳士得每季拍賣品嘅預覽展，順便去觀賞下一啲藝術品。大家覺得呢一棟大廈靚唔靚呢？又有冇興趣親身嚟參觀下呢？歡迎留言話我聽啊！關於 The Henderson 嘅介紹呢，就到呢一度啦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歡迎讚好、訂閱、留言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Once in a while I dream. Once in a while I think of you. I reminisce on days gone by when you and I were new. Once in a while I dream, hoping that you